Hello，大家好，多謝大家收聽6月10日天氣財迷預測。咁啊，12點半，因為實在太攰冇計，啱啱開完班要俾時間休息。咁就有馬群朋友就提醒我咁我都錄啦，本身諗住聽日先錄。咁啊，啱啱嗰日咧，其實就爆冷日，因為禮拜日啦。咁啊，我亦都喺馬群講咗姚本輝成手馬博嘅，大家會見到8隻馬、6隻馬博咗，有1隻馬博失，都係俾潘頓累嘅。咁聽日咧，潘頓騎師王唔係大熱門喎，好少見喎。會唔會佢唔係大熱門佢先玩嘢？我唔知有冇，我冇細心研究騎師王同練馬師王。方嘉柏盡快想帶甩，咁啊我自己覺得佢練馬師王即係練馬師都係冠軍㗎啦。咁佢有啲馬係好啲，但係問題咧，聽日咧因為佢係一個冇帶動嘅日子騎師練馬師好極有個譜可能方嘉柏兩邊咧夠贏騎師王咧，或者告東尼都有啲馬。咁我自己偏向覺得聽日都係一日麻煩嘅。我仲有2日就會過咗破財月啦，之後開始馬群咧會分享多啲㗎啦。咁打升257場，見到有好嘅，我就再講一講啦。咁其實2場打升第一個原因啦，我自己覺得高至高落班。唔知點解咧？潘頓騎啱啱落班嘅馬孭重磅，佢嗰啲即係其實要有啲死磅噶嘛。佢控制啲死磅控制得幾好，所以佢騎啲重磅馬咧其實幾好，特別落班馬。咁呢啲3班本身都有夠分嘅。咁呢場馬我打升其中一個原因咧，大千氣盡隻馬靚咗之餘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海王寶，因為海王寶隻馬都真係保持到最多俾準希望殺我覺得唔會3隻熱門喺晒度，咁準希望搏佢唔喺度咯，需要打升就係咁啦。咁第3場咧，我見到隻良言一句拉屎咧就啲真係嘅落咗啲料嘅。咁呢隻馬係其中一隻咧，有機會可以搏下嘅半冷門，大家留意下咧。良言一句，咁跟住再打升嘅話咧，跳到去第5場。咁第5場嘅話咧，我覺得呢場我自己弱勢，我唔會攞嚟過關。但係其實如果有情有義，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做得膽嘅。咁做膽拖缺一劍，紅海勁。咁上浦福旺就睇下，真係如果你擺前上浦福旺咧，其實佢擺前啲4檔擺前啲好啲嘅。咁我自己好中意隻紅海勁嘅。如果你睇翻佢過去咧跑咧落翻嚟呢個班跑咧，佢今季1650咧4班其實好好，去走去幾場輸咗啲8、90，特登走去泥地輸嘅低能㗎。而家翻去好適合路程啦，佢有機會呢場走嚟爆。我自己好想賭呢個紅海勁對搭有情有義嘅。咁再打升就7場啦，好多人都知我係封神後銀河馬啦 ，keep 住都會買啦。咁季中回一回，再去到季尾再嚟都擠。嚟追佢會好好，問題就係唔知點解佢唔嚟追都追喎，上次好好笑嘅。咁所以好似佢會比較準啲，而巴道同佢真係都好夾檔咁呢場馬打升咧，其實咧唔應該打嘅，因為佢好平均啊。可能最亂嗰兩隻，即係最爛嗰兩隻馬都係廿倍啊、25倍啊咁樣。咁其實唔應該打升嘅。但係咧，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咧，優才係其中一隻咧。我覺得季尾佢要去㗎啦，要交代才係。喂，俾人即係拉倉㗎啦，才係都嬲佢㗎啦。我覺得咧，優才咧係一隻可以搏下啲半冷嘅披或者 Q 位至 Q 嘅馬嚟嘅。咁我打升係咁樣，所以咧你唔睇咧，你係唔知嘅。咁其實8場本身都想打升，但我財將就諗唔到拖乜。諗唔到拖乜，咁當中裏邊要拖嘅話，梗係自滿同行。不過可惜自滿同行12檔，跟住粵港之區我中意嘅11檔，但係我都焗住擺咗落去，所以我唔打升嘅主要原因就係咁樣。但係呢兩隻如果係排內檔啲咧，會有嘅。咁聽日因為冇帶動嘅日子啦，其實都比較難倒，亦都騎師練馬師唔係咁容易捉，可能都係啲好平均，好多有除咗方嘉柏或者告東尼會容易會啲馬勁啲之外咧，其他嗰啲都好平均，騎練都好平均嘅咁所以咧騎師王練馬師王不如唔好買啦預祝大家贏錢。